大家好，今日嚟到天后站，帶大家參觀我身後邊嘅津居。由天后站步行嚟到津居，大概需要5分鐘。呢一個單位係位於天后嘅津居低層 A 室，一入屋，長方形客飯廳。景觀非常開揚，望返住中央圖書館維多利亞公園，遠望仲可以睇到海景。過嚟呢邊走廊位就入3個房，第一個房、第2個房、第3個房。走返出嚟洗手間位置，門口位就係廚房。